點解有啲人失戀就諗住死，有啲人失業就覺得成個天塌落嚟？唔係佢哋唔捱得，係佢哋成個人生就得一個支撐點，一塌就成個世界灰晒。乜嘢叫支點啊？即係當你人生某一部分出事嗰陣，仲有啲嘢撐住你，可以係你嘅興趣，可以係你嘅習慣，甚至可以係一種生活儀式感。好多人以為自己生活好充實，返工、拍拖、進修，好似好忙咁，但其實呢啲只係單一支撐系統嚟㗎。你諗下，自己失戀嗰陣係咪做咩都冇心機？俾人炒魷魚嗰陣係咪覺得成個人生冇晒意義？呢啲就係支點太少嘅警號啦。心理學有個概念叫心理彈性，講嘅就係一個人受咗打擊之後識得反彈嘅能力，而支點就係你嘅彈性來源。你嘅支點越多樣化，你嘅情緒就越難俾單一事件綁架。你試下諗，如果你有健身習慣，中意煮嘢食，定期同 friend 行山，屋企仲種緊植物，當你失業嗰陣，起碼你仲有4個理由起身，有4個地方可以攞到成就感同掌控感。呢個就係支點嘅防守力啦。好多人成日話生活好悶，其實唔係生活悶，係你淨係用一種方式去生活。你習慣咗用有冇用嘅角度去睇所有嘢，呢樣嘢賺唔賺到錢，有冇助我升職，對 CV 有冇幫助，於是成個人生都係有用嘅嘢，但偏偏冇啲撐得住你嘅嘢。真正嘅支點好多時係啲冇用嘅嘢，畫畫、養貓、煮飯、睇日落。佢哋唔會幫你揾到錢，但會喺你揾唔到錢嗰陣提醒你，生活唔只得呢一種價值。支點嘅本質唔係逃避，係建立多重意義感，令你喺任何處境入邊都揾到重新企翻起身嘅理由。人生嘅穩定性從來唔係靠一件事做到極致，而係靠多樣嘢撐住個底盤。你可以專注事業，但唔好將所有情緒出口都擺晒落去。支點唔係分散你嘅專注力，係保護你嘅心理系統，唔會因為單點故障而坍塌。真正嘅內核穩定係你知道，無論發生咩事，你都可以喺另一個角落度揾翻能量，重新裝填，然後再嚟過。呢個先係成年人應該有嘅系統性生存能力。由今日開始，試下幫自己加一個支點，可以係每個禮拜去一次書店，可以係學整一道菜，可以係種翻盆植物。唔需要好勁，唔需要好有用，只需要喺你不如意嗰陣，有樣嘢提醒你，你仲有其他身份、其他可能、其他活落去嘅方式。